兄弟平安。感谢主，咱做伙伫个中秋主日为着耶稣基督的受难甲国我来敬拜俄罗三位上帝。咱今仔要用的第一首圣诗是圣诗387首，387首荣光归圣天父上帝。咱即首咧用的时阵爱注意咧歌词吼，而且拢是以前的拢即摆拢改做三一上帝吼，三一上帝，所以咱等下唱的时阵爱注意一下。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行信三位上帝，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好，真水的一首诗歌。咱刷来要用的是圣诗361首，圣诗361首求圣神感动阮谦卑。这首诗歌的作曲者伊是 Harold Friedel，Harold Friedel 伊是纽约协和神学院的作曲老师。这首是伊1957年的作品，真趣味哦，上帝奇妙的安排。咱今仔日下晡有乐意的牧师会来到咱教会中间来甲咱分享圣诗的手册的发表会。罗牧师伊嘛是即间学校的学友，伊是伫1964年去甲协和神学院咧攻读伊的音乐硕士的学位。伊回想起伊伫迄段纽约的时间，学生老师常常拢伫个礼拜来吟即首诗歌，所以因感觉即首诗歌对因有真大的帮助。即首诗歌主要咧讲圣餐，圣餐甲咱的关系。来吟即首圣歌的时，无的确着爱讲用真活泼的速度啦吼。但是就像咱即马咱坐伫个礼拜堂的椅头的顶悬，咱来领受圣餐进前，也是领受圣餐了后，咱来思想讲，到底咱领受耶稣基督的身躯，领受伊的保护，对咱有啥物款的帮助？对咱的生命有啥物款的意义？咱要如何将安尼的信仰来落实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罗牧师鼓励咱在唱这首诗歌的时，用安尼的心情，豆豆仔来吟，豆豆仔来唱，安尼就真好听。所以咱这首诗歌361首，咱来吟全首。求信心感动阮谦卑，奉主名心热了会。今仔有两三人主席，阮较先来讲主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蒙你三口金宝贝。你早是有主的使徒，奉基督生命做道，感谢主万米的上帝，甘被拼攀背轻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交杯有情那坚固，将大你生活甲啉食，拢变做礼典正圣，应帮赞关心甲分享，献出血真是下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众生福。
见证。好，真好。啊，刷来咱要用圣诗92首，圣诗92首。这首诗歌咱来用第1节甲第3节，吼，第1节甲第3节。伤心笑脸化作老花，化作小时苦头。江畔放西烟共做伙，为我卑微的浪。第3节。想着我自受定世界，心内交集伤悲。我心感激的美丽过，目屎若好淋漓。好，咱刷来要来吟圣诗第89首，圣诗89首。啊，咱这首诗歌由原来吟第1节甲第3节，第1节甲第3节。圣主头下大受伤，受了阿头悲伤，是为情人不留你，悲凄悲流兄弟。做出头也给天公，你是何其万本，虽受了悲怜的，主我欢喜领你，我着怎样？我着怎样来感恩，献给亲爱的君，因为我自受苦死，连绵疼痛无比。求你予我英雄的，就免是一伤悲。主啊，我的一生听你对你无听。好，今日到这。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上主赐我一切恩惠，我着怎样来报答伊？我要捧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伫伊所有的子民面前，对上主谢我的愿，做伙来吟圣诗第89首。圣主头下担受伤，请徛起吟。请咱友恩徛伫，作为额头来祈祷。愿伫天顶的阿爸爸，你是荣耀的君王。
愿你的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主爱的上主，你是阮的主宰甲救赎者。伫早起，阮对谦卑甲刻薄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阮要将一切交托伫你的圣手。你是阮的宝瑞，阮的拯救，求你垂听阮的呼求。因为阮的对敌一边宣传要和平来统一，一边宣布要军事演习，准备要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由于北京一面宣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平等的合作，无追求霸权，但是另外一面，伊苦挖欧洲，对抗美国，称霸经济甲政治，这种虚假的手段渐渐互人看透，真济豆豆对中国的市场来退出。关灵至悬的上帝，你赏赐阮的台湾土地，当地面对强大的威胁，敌人的声势互阮不安。一方面通过网络也虚假的信息来扰乱阮的心；另一方面，通过军事演习的名义，对台湾实施用隔离演练对台湾海运、空运的管制，用包围采用战甲和之间的战术，操练封锁台湾。这类恢复式的手段，就是一种切眼前的这个手段，一面要对国际展示伊有法度控制台湾，一面要逼迫这个台湾来消磨国防的预算。阁有另外一面，伊要对台湾的社会加添心理的压力，来制造阮的家乡内部的分裂。这时，现主时有人要为着民主的自由来奔走，罢免这亲共无适任的立委；有人徛伫这个言论自由的主张来反对罢免的行动。这些人利用话讲一半，因讲言论自由是为着要保护公民的权利，但是因唔讲言论自由，就有良心，袂当出卖国家的安全。这个圣经中保罗所讲，大家人就为着良心的缘故，顺服伫顶面官兵三符合。统治者是上帝的册用，伊的职责是要帮助人民。统治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行侠，是要互做歹的人行侠。统治者是伸冤者，是上帝的册用，要替上帝刑罚做歹的人。因为安尼，统治者要追求真理，保护公民的权利，要设立界限来支持言论自由，限制危害社会秩序的言论。促进社会的正义甲和平，来保护国家的安全。主爱上帝，阮愿你真白头，阮忧闷甲盼望，求你人民阮将愿望寄托伫你，阮信靠你，求你成做阮每一日的倚靠。伫危急的时，成做阮的拯救。阮也为着阮的领袖。甲这个立法者来祈祷，求你因带因离妥协，甲这个背叛横横，用你的真理治理这个地，求你互压迫者的计划，亲像拍切互风吹散，互你的权能显明，
祝愿平安。全能的上帝，你是公义的审判者，求你会光照阮，互阮追求你的公义，伫这个混乱中，有人为着正义来献身，有人为着私利来偏离你的道。求你赐阮勇气，行为端正，言语诚实，无贪不义之财，无好这白贼来暗藏。互阮的社会充满着你的公平甲正直，亲像你所应允的，互耶路撒冷充满着正义和公平。怜悯的上帝，阮承认阮的软弱甲罪过，阮时常因为惊吓来远离你，因为自私来忽略你的旨意。求你赦免阮的过犯，清气阮的内心，互阮悔改来归向伫你，用谦卑的心来挑找你的面。求你看顾你创造的万美，阮来为这片土地每一个人祈祷。无论立场如何，拢是你的受造，拢是受到你的怜悯。求你赐阮合一的智慧，互阮同心来仰望你。一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讲：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食，你对你亲像你旨意。阮的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老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从阮入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62篇。启应文第62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腓立比书》第2章第2篇。咱做伙来启应。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蔼感情。唔通自私自利，嘛唔通追求虚荣。恁大家人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当拼扛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甲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甲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做来吟圣诗第92首，伤心少年我主老伙，请徛起吟。
请坐。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愿望望的源头。伫现实艰难的处境，求你逐早时做阮的开力；伫阮拄着患难的时，做阮的拯救。求你应允阮，互阮的亲目看到你君王的光彩，看见开阔的土地，遐有开阔的江河甲溪，无战船经过。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无因为目前的这个威胁来动摇，无因为毋知影未来来绝望。帮助阮持守你的应允，你要拯救阮四下和平。为着听你守你诫命的人，你要行你的约，甲慈爱直甲千代。拯救阮的上帝，你赏赐阮独生囝主耶稣，通过耶稣的卑微、顺服、受死、搁活。甲伊所守护的圣神，上帝国已经临到阮的世间。通过耶稣，你要互阮对罪来得到讨帮，正做义的罗卜，求你开拓阮的心门。通过地牧师的正道，互阮明白你的旨意。愿阮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阮的心所想的来得到你的接纳。互阮伫教会、伫工课、伫家庭，见证助力救赎的恩典。求你引带阮，互阮行伫你备办的道路，顺探你的旨意来活。互阮通过主耶稣的引带，搁伫圣神的内面来转变家己，倚靠上帝，追求公义，持守盼望。愿全世界知你的旨意，愿万国捌你的救恩。愿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三甲来共读圣经，今日经文是出伫这个以赛亚书第33章第1节到第24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惨啊！恁这还未受毁灭的毁灭者，你这个毋捌受背叛的背叛者，你毁灭人了后，你嘛会受毁灭；你背叛人了后，你嘛会受背叛。上主啊，人民阮愿地听候你，求你逐早时做阮的气力，伫阮拄着患难的时，做阮的拯救。你一声，你一个话声，万民拢逃走；你一个典韦，万国拢死散。人会来收拾战利品，哪阵草莓啊讲接我来，亲像草莓啊争我去，人会安尼三钱抢。上主受尊最大，伊住伫极悬的所在，伊要将公平正义充满释安，伊要互你一生一世安稳，有丰盛的救恩、智慧甲知识。敬畏上主是你的至宝。恁看，勇士伫街路伫哀叫。求好的车赛哀惨啼哭，大路清清无人伫行，客约破例，众人受看轻，人无受尊重，大地哀伤哀败，黎巴嫩见笑孤单，沙伦变做亲像旷野。巴山甲加密的树叶落了了。上主安尼讲，
即阵我要徛起来，要高举家己，显明我的大气力。恁怀孕的是粗糠，生产的是麦谷。我的开麦拿火吞灭恁，万民会互火烧甲变做石灰，亲像站起来的刺皮，互火烧灭。恁伫远远的人，就听我所做的事；恁伫近近的人，就信任我的大能。涉案的罪人拢惊吓，无敬虔的人皮皮喘。因讲，咱敢有人会当甲吞灭的火徛起？敢有人会当甲永远袂花的火做火大？遐个行为公义、讲话正直、按恶欺压来得到来的财利，摇手拒绝贿赂，趁耳空毋听害人的计谋，目睭无看邪恶，即款人会住伫关的所在，用山岩的玻璃做因的避难所。米粮供应充足，水源无断。恁的亲目看到王的光彩，看见开阔的土地。恁会回想早前恐怖的事来心讲，但遐个扣税伫倒位？你称正宫的经文会伫倒位？你守望台伫监视咱的伫倒位？恁袂阁看见傲慢的人民，因讲人听无的话，讲话支支突突，人袂了解。着注目看涉案，恁守节的城，恁的目睭会看见耶路撒冷一个清静安稳的主体，袂互人牵刷的布棚，伊的旗仔袂阁拔起来，伊的手袂断去。伫遐，上主要对咱显出威严，遐有开阔的江河甲溪，无战船经过，无大只船往来。因为上主是咱的审判官，是咱的指挥官，是咱的君王，伊会解救咱。船的手拢拎去，篷条徛袂在，船篷铁袂开。迄时有真侪战利品，连卡拜的人拢有份。伫遐徛起的人，无人会讲我破病。自民的罪拢会得到赦免。愿上帝话应允咱，亲目看见王的光彩，看见拯救咱的上帝。下面，咱要请阿三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因的唱的诗歌是《我主得救讲》。
请题目师正道，伊题目是生存甲安全之道。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感谢阿萨士班，今仔用我主的叫讲这首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也引带咱进入受难周。内底讲起主咧讲，就关我。咱今日也要做伙甲主坐祷领圣餐，所以今日这条歌也准备咱的心，通领受杯甲饼。咱今日进入以赛亚第33章，这章接续顶礼拜迄章的主题，讲起耶和华要拍败迄个有威胁的世界强权，要建立一个新的统治。伫这个新的统治内面，上帝子民要享受和平甲安康。不过，这章较特别的是，内底的描写无特别讲到较历史的事件，所以咱毋知影伫遮讲的敌人到底是啥人，还是讲这个新时代什么时阵要来？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讲，这是较天启的语言，指向将来。嘛有一寡学者讲，这就是亚述王西拿基立伫701年攻打耶路撒冷的背景。不过有一位荷兰的学者贝肯，伊甲咱讲，这章真要紧，因为伊开始将咱为第一以赛亚要带向第二以赛亚。第二以赛亚就是对40章开始。所以第一以赛亚较侪咧讲起审判的主题，等慢慢要行向第二以赛亚，讲起赦免，讲起拯救，特别讲起耶和华要做王啊！今仔日咱的经文直接就看见，咱要看见王的光彩。下面咱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一段是1节到9节，一开始讲惨啦。这个对28章开始，一直到31章，每一章一开始拢是惨啦做开始。今仔日这章嘛是，但是真无共的是，今仔日这个惨嘛，毋是咧讲犹大国，是咧讲犹大的对敌。上主伫遮宣判，犹大的敌人要灭亡。伫第一节的文学真趣味，世界用毁灭。世界用背叛，在讲对敌，描写讲因是富民的对敌，因过去怎样对待别人，今这也要回报伫因的身躯顶。亲像咱拄仔已经讲起历史背景无清楚，所以伫遮毁灭者嘛可能指巴比伦，嘛会使指亚述。若用天启的语言来讲，伊嘛当上顶来指任何邪恶的强权还是帝国，安尼对咱今仔日这个经文就有关联性。接落去第2节，口气突然转变，变做祈祷，是集体向上帝恳求，是对犹大的嘴所讲出来。上主啊！林明远，这种的诉求真清楚，是要吹动、要催逼耶和华这位充满怜悯的上帝，会当振动起来。伫遐讲，阮伫听候你，你爱做阮的溃烂。最后讲到拯救，伫阮危急的时阵，请你拯救阮。拯救这个。伫咱即届即个28章到单的即个规个6章的段落内底，拯救是头一届出现，所以即个主题开始，将来愈来愈成做主题。接落去3节到4节，因为犹大发出对上帝恳求，上主必然要回应，而且当上主回应的时阵，无人会当抵敌。伫遐讲，万民拢逃走，万国拢四散。
足侪战利品，亲像草莓仔工要来收安尼吼，要来抢。你讲起上主若出手，对敌一定失败。搁落去50甲60，用王家敢若出征安尼吼，一路拍，最后安那？最后到锡安，伫遐建立新的统治。伫遐讲锡安要充满公平正义，一生一世安稳，有丰盛的救恩智慧甲知识。最后用智慧文学会表达讲，敬畏上主是你的至宝。所以到这110甲60，你讲起对敌要失败。犹大国伫遐对上主发出集体的恳求。接落去70甲90是一个独立的段落。伫读的时阵，咱会感受到内底是用一种埋怨的口气。埋怨的意思就是讲，上主啊，你是安怎爱无爱行动？你无看到对敌对阮的威胁吗？所以用这种埋怨的表达。搁一届望望会让催逼亚伟会当行动。埋怨什么？咱读第70到第90就知影，埋怨主要咧表达现在可比的这个情景。伫遐讲起规个社群已经错乱失灵。伫遐讲勇士伫街路咧嗷叫，求和的车赛哀惨啼哭。大路清清，无人咧行；契约破裂，正人受看轻，人嘛无受尊重。换一句话讲，迄个过去安稳和平的社会已经放弃啊，交通也乱，连经济也无法度运作。社会内底迄个契约破裂，无人要相信正人的话。换一句话讲起犹大国内部的社会已经失效啊！当然，这也是外来的毁灭者所造成的。外口有敌人，内底有错乱失灵。第90则佫讲到一项发生严重的这个干旱，伫遐讲。大地哀伤衰败，而且特别用黎巴嫩生足侪树啊，迄个关山的松林打起啊，也讲起3个过去农业上生产上好的地区：沙仑、北山、甲嘉密。伫遐呐，连树叶啊拢落了了。伫以赛亚先知的传统内底，咱一直看到这2项代志的关联。社会若无正义的时阵，生态环境嘛会出问题。所以伫遮因外口有威胁，内底错乱，连生态环境也受威胁，表示规个犹大这个国度已经出问题。犹大只有会当求亚伟。亚伟恳求，这是咱今仔第一段110到90，在讲起这个对亚伟恳求。结果下一段第10节到16节，咱看见上主回应啊。第10节，上帝伫遐讲：我要起来，我要高举家己。当上主要恢复伊的名声的时阵，伊大声爱恢复社会的秩序。11节到12节讲起上主的威严，要对付万民，就是遐外来的统治者、外来的对敌。伊要用火将粗糠、麦角拢烧去，也要亲像农夫将站起来的刺皮烧掉。嘛，一句来讲，11节到12节咧讲起遐带来伤害甲破坏的外来势力。大声爱为土地甲堵去，因为外口势力毋是唯一的问题，内底社会内底嘛有混乱，嘛有失序，失去迄个秩序，这个问题嘛要解决。
所以13节到14节咧讲起，带远远的人，也是带近近的人，意思是讲伫契约团体内底遮个人，因嘛受要求爱听上主做的代志，承认上主的带领。所以亚威会毋是干那咧烧遐带来压迫的对敌，嘛要叫遮个契约团体内底内心无上帝的人爱悔改，爱受审判。这是14节前半段讲的，涉案的罪人拢惊吓，无敬虔的人屁屁喘。表达这个。然后最后一段14节到16节，诗人提出一个真要紧的问题：什么款人会当闪避耶和华吞灭的火？什么人会当闪避伊永远袂花的火？而且诗人咧，敢若一个守护者，伫遐问啥人会当经过这个审判呢？伊讲出来答案嘛真有意思。伊讲就是行为公义、讲话正直的人，然后佫讲4项因袂做的代志，因袂欺压得来的财利，因会拒绝贿赂，因会踢耳孔，无爱听害人的计谋，因红目睭无看潲。正面讲因行为公义。讲话正直，负面伫遐讲因袂做遮个歹的代志，所以伫遮带出一个上主的新的社会应该有的道德甲信仰的品格。最后伫遐讲，这经过审判，会当入去甲耶和华国内底的人，要住伫真悬的所在，有山岩的堡垒做因的避难所。美牛供给充足，水源不断。这是伫讲起上主要出手，新的国度要建立。最后一段为17节到24节，当这外来的毁灭者去互拍败，然后犹太群体内底罪人也去互清除了后，新的一个局面出现啊！咱要看见王的光彩，要看见开阔的土地。而这王是指上帝耶和华本身，毋是咧讲人间的君王。而且犹太人在犹大国的听候的代志要实现啊，耶和华要做王啊，伊要赏赐一个有特殊、丰盛、安全、富足的群体的生活。18节讲，伫上主这个新世界内底，土地开阔，然后呢，伫遐讲过去早前恐怖的代志已经无去啊。伊伫遐问3个问题，讲当遐个扣税伫倒位，伫进贡的经验的伫倒位？伫守望台伫监视咱的伫倒位？18节咧问这3个问题，19节正面真清楚回答，因早就无去啊，因已经消失啊。19节讲，恁袂阁看见傲慢的人民，因讲人听无的话，讲话踢踢吐吐，人袂了解。才会讲外国腔口的外来统治者已经去互赶走啊！但咱听到的是咱家己的母语，咱家己信仰的语言，这是新的时代要来啊！然后20节到22节讲，敌人既然消除，这个新的城市锡安要充满欢喜，不断的来过这罪期。这是一个新的现实，这个新的城市要享受咱头前30章15节所讲的迄个平静安稳的迄个境界。咱会记得30章15节
上主也会对犹太子民伫遐邀请，转来吧，转来吧，恁要得到安静、安稳，转来吧，转来吧，恁要得到快乐。而且，这个新的情景已经来了。然后，伫遐讲，恁要带入一个清净安稳的主体，袂互人牵线的布皮。伫遐的壳仔拢袂阁爬起来，伊的锁嘛袂断去。为21开始，阁讲起一个水的景象，伫遐有开阔的江河甲溪。犹太人住伫真焦灼的沙漠的地区，巴勒斯坦，丰盛的水源，表达上主对因的保障。讲起袂有战船经过，嘛袂有大只船往来，因的锁拢灵去，棚袂徛袂在，棚铁袂开。而遐上主要保护，袂互外口的人搁一届来攻击。来攻打。最后20到24节，搁一届讲起对上主的描写。三届讲上主要做审判官，上主要做指挥官，上主要做君王。上主通过这积分，要来治理耶路撒冷，而且要带来拯救。咱拄啊第2节讲起。拯救变做新的主题，而且上主要带来解救、拯救。然后呢，伫即个新社会，遐战利品做到所有人拢会当分着，连卡拜的人嘛分会着。过去咧抢战利品的时阵，卡拜的人可能摆咧上尾啊分袂着，但讲大人每一人拢分会着。24节佫进一步讲出新的社会真特别的所在。伫遐讲，伫上主的统治内面，无人破病，所有人要得到医治，然后自民的罪拢要得到赦免。17节到24节，咱讲为28章开始读到33章，规个段落做出一个足水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上主家己要做王，伊要带来新的可能性。各位兄弟，咱今日读这段经文，会当有甚物款的启发？头一项，我想，互咱印象上深的，就是第2节，迄个集体的祈祷文。主啊，怜悯阮，阮会听候你，求你逐早起做阮的快乐，伫阮拄着患难的时。做阮的拯救，上主的子民真诚来做出恳求，上主必然会回应。所以咱第10节到12节，就读到上主的回应。即阵我要徛起来，要高举家己，显明我的大快乐。所以今日的经文是安慰的信息。伫患难中，上主会回应伊的子民的恳求。但是，为28章到呾，咱会记得，这个回应内底真要紧的一个要求是，你袂当去求另外一个更较强的势力来对付阵啊这个强权的势力。上要紧的是，你要回归上主，因为任何更较强的军事力量，最后嘛是无法度可靠的。所以33章咱拄啊读到第6节讲，敬畏上主是你的至宝。确实，公义和平对上主来，咱若愿意倚靠上主，上主要互咱一生一世安稳。安稳，这里的原文是阿姆纳。阿姆纳甲咱进前第9章第7节读到迄个真关键的话，讲你的信心若徛会牢，你就徛会牢。迄个信心共款的离军，拢是阿免的意思，真实。上主要
真实带予恁和平正义。这个信念真要紧。国家安定毋是出自武力，是正义公平治理。公义是社会和平的基础，嘛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因为无公义，才会纷争，才有战争。那倒转去追求公平甲正义，就会带来和平。敬畏上主是正义公平的基础。讲到这，为28章到33章，这个最要紧的主题爱倚靠上主，毋通倚靠人的气力。有真侪人可能讲啊，这个现实世界内底太高调了，太高调了，高到悬到一个地步，互人感觉袂真实，嘛真恶实现。有人可能会安尼想，但是伫今仔种种冲突的世界内底，咱还是会看到无共款的方式来达成和平的可能性。20几年前，我甲陈兰州牧师，阮两个人受派去斯里兰卡参加一个神学会议。会议了后，这个主办的单位引带阮去拜访一个部落，在普塔兰的这个所在。迄是真特别的经验。普塔兰是一个不教徒为主的所在，伫遐过去足侪冲突，不教徒压迫穆斯林，即个回教徒发生过战争啊。后来战争煞了，有真侪穆斯林即个回教徒家园去互破坏，无位通住。迄个时阵，斯里兰卡的基督教协会就出面邀请各方面的人做伙来努力帮助这个回教徒。结果最后，不教徒提供土地，基督教的团体提供资金，伫遐起足多难民关怀站，互这个伊斯兰的无受害者有一个安顿的所在。看到迄个住伫遐的无共款的宗教、无共款的族群的人，最后会当和平做伙伫遐生活。这就代表讲，上主的迄个和平是有可能毋免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咱要怎样伫今仔日个世界中间，继续来追求公平正义？这是咱今仔日爱学习的功课。第二，今仔日经文嘛真有意思，伫14节到16节，伫遐问一个问题：什么人会当闪避亚伟的火？迄个永远袂花的火。这个问题其实是为诗篇15篇到24篇引用来的。诗篇15篇到24篇，伫遐咧问讲，什么人会当上耶和华的山？什么人会当入上帝殿？啊，伫遮甲即个问题甲转一个讲，什么人会当闪避上主的愤怒呢？结果答案足清楚讲，两个是爱，两个是无爱。爱是什么？行为爱公义，讲话爱正直。卖是什么？卖欺压人，摕到财利；卖贿赂，卖去听害人的计谋，卖参与邪恶的事。这拢是咧讲起上主所要起造的新的世界、新的统治的特质，是公平、是正义的，是诚实的。咱会记得顶礼拜经文，嘛有用3种人来做对比。一种人是贪心无道德的，叫做愚妄的人；第二种人是残忍无公义的人，讲狡猾的人；最后第三种人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就是咱今仔日读的经文内底讲，这会当活出信用品格的人，伫社群的正义福利的人。
这也是咱今日所读经文最要紧的主题。各位兄弟，先知以赛亚今仔日嘛对咱台湾社会咧讲话，上主的生气嘛要吞灭遐个欺骗、自私，用无不法的方法得到利益、滥权酷权的人，因为因吞大公义，上主愤怒的火嘛要除去这个不义的事。咱爱用有这个信念来看咱今仔日台湾的社会。最后一个小点嘛，真有意思，就是17、18、24节伫遐讲，上主要做王啊，伊要起造一个健全、赦免、和好、完全的好新世界。这个犹太人的后期，诚做一个弥赛亚的愿望。对咱基督徒来讲，咱嘛伫耶稣基督身躯顶开始去看到这个愿望。当耶和华主权实现的时阵，遐个邪恶的势力要除去。特别18节，诗人讲，早前恐怖的代志已经无啊。遐个扣税伫倒，趁进贡的金银的伫倒，伫守望台伫监视咱的伫倒。而且讲的三种人，就是咧反映过去遐占领军会共抢，会共没收。会共监视，真会当讲是咱敢若过去咱台湾所经验的迄个白色恐怖威权的时代。过去这2年半，我伫总会研发中心有带一个小组，伫研究过去的监视的这个政治档案，特别针对咱长老教会过去一寡领导者去互监视。的这案件，你读起过去恐怖的代志，你身躯边的朋友、亲人、学生，变做报马仔，甚至捏造假资料，这种恐怖的时代，咱感觉已经过去啊。但是呢，伊敢会阁倒转来？伫现实世界内底，确实有新的敌人的出现，新的外来者嘛想要过来抢。咱要怎样确保过去恐怖滥权的时代袂阁转来？台湾若有一天互中国并吞，敢会阁有另外一届228事件？敢会阁有另外一波？的白色的恐怖，大部分的政治学者拢讲一定会。那咱嘛爱努力，确保咱台湾已经有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个社会，袂阁去扣转去古早恐怖滥权的时代。各位兄弟，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咱也要开始进入受难周，要纪念主耶稣伫世间最后一礼拜生活。伊无因为现实带来困境妥协，耶稣到死拢坚持公义甲仁爱，要赢过罪恶甲死亡。虽然伊后来死是伫架顶，但是上主予伊对死过活，显明上主的权能。要赢过这个现实世界的残酷，伫这个强调武力解决纷争的现实世界内底，望咱嘛学习耶稣基督的道路，坚持公义、正直、人民的理想，互这个世界愈来愈行向上帝国。伫受难周的中间，也望这个信息，成做咱的气力。甲咱的帮助，咱做伙头来祈祷。云天塔堂的上帝，伫中秋主日，阮搁一届对先知以赛亚的话，读起主的权能，无久要临在
伫阮生活的世界。即个世界是用上主的正义、公平、人民甲和平做基础的。恳求你也将即个理想放伫阮逐人心内，特别当阮台湾还咧面对威胁的时，你的气力诚做阮的愿望。伫树南州，也互阮学习甲主同行苦路，也陪伴心来赢指国外的愿望。阮将每一位兄弟，即礼拜树南州的生活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你带领保守。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起立，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流必然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这是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成国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要做伙甲主同齐倒来举行圣餐，请咱坐立吟圣诗361首。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陪餐者三角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困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枵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直直。所定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
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大概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要说，互人骂迄暝，伊有提饼祝谢，咱来照伊的款式，先大声来献上感谢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长老来协助服侍。
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了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大概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做伙来做感谢的祈祷。
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等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当荣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受难者，甲全球教会一同来纪念耶稣的救赎。第二项为着这个18号耶稣基督受难日，这光礼拜来做伙来敬拜。第三就是为着圣歌队乐团的备办，搁活一个赞美礼拜。请咱三角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楚县长陈志平执事来带咱做结束的祈祷。慈悲的慈悲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用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你，领受你的教示。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骹死啊，嘛是一粒；若是死啊，就会结出几啊粒来。因为上主耶稣，你为阮会做伫十字架上牺牲受难，互阮的罪会用互上帝赦免，互阮会用得到上帝的救恩甲祝福。今仔日，阮要伫遮一节，甲全球的教会做伙纪念上主耶稣你的受难，纪念你为阮成就的一切，互阮伫祈祷中献上阮的感恩。4月18，阮嘛要伫足讲的礼拜聚会敬拜你、纪念你的受难。4月20，搁偌济，阮嘛要聚会做学乐的礼拜，互阮做永远袂记你上主耶稣你为阮的罪所付出的牺牲，求你引出来带领，互阮无时无刻，拢会用献上阮的感谢，时时悔改甲祈祷。这一切交托甲盼望，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伫咱奉献的时，请容阮我来报告。
这个周报第一项就是4月份的9月长老是阙门昌长老。第一项报告，这个4月13，今日是受难周的开始，请兄弟伫这个13号到19号这个受难周的期间，来表面参加一寡这个喜庆宴乐甲旅游，备办心来迎接这个耶稣对咱的救恩。第二项就是今日下晡3点，伫洛维道教授的主编的一个上主教咱唱新歌，欢迎兄弟来参加这个发表会。主讲是这个洛维道牧师加陈秀文老师。第三项就是去年的这个奉献的收据的证明，若有兄弟需要一寡纸本的收据，请伫这个月底进前往办公室来登记。第四项就是18号，就是拜五暗时7点半，伫咱这个所在要来举行耶稣基督受难日的烛光礼拜，要邀请音乐密契的诗班来带领，来举行开放式的圣餐，欢迎兄弟来做伙纪念。第五项，4月20号礼拜日的10点，咱要伫遮举行国外一个赞美礼拜，请兄弟备办心，做伙来敬拜。伊讲，下个拜六的时阵，妇女团契也特别要制作这个国外这个菜蛋来甲兄弟分享。第六项，请为着这个林良信长老手术后的复原来祈祷。本学期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案卷查经来课程暂停，其他的课程请咱的兄弟来继续参加。具体消息，本会林思恩伫这个4月10号，4月初5拜六上午伫永奖来安享主怀，女逝22年，愿主安慰遗族。会华的礼拜预定伫17号上午11點，伫怀爱馆致爱一厅。个别礼拜伫4月26號9點半，伫長生教會。其他團契消息、教界消息，甲這個奉獻的這個記錄，請咱家己看。以上報告，請起立。用奉獻詩做咱的祈禱。请坐。请牧师来介绍请安。各位兄弟平安，咱今仔日有一寡来宾，我真紧来介绍。迄个玉梅姐的弟弟甲妹妹吼，郑汉潭甲郑玉玲。欢迎哈，谢谢。苏祥军的亲情吼，苏顺明，欢迎哈，谢谢。另外有一对夫妇吴素玉
许敦福，欢迎哈。迄个吴成树，咱过去吴成树兄的亲戚吼，吴律师，欢迎。佫有一位杨美娟女士，欢迎哈。咱今日真感谢四弘长老，甲咱做牛轧饼，会当来举行圣餐吼。咱兄弟啊，请兄弟啊，彼此请安吼，彼此请安。做伙来吟圣诗387首，荣光归正白上帝。吟诗煞请题目师祝祷，请徛开吟。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着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阿门。请坐，密道闭会，请兄弟来甲中庭这地饼会，若有需要代祷的，请留步。